中華縣對2024年開始，在中華分園歸彈甲河美成立5個照護社區巡守隊。中華市的大豐社區在今年3月份，嘛頭擺來記錄到照護的影像。啊，那縣府今年嘛來擴大舉辦照護生態服務給付的項目甲範圍，希望會當鼓勵農民甲居民用行動做過來守護保育類的照護。透過監測的相機，清楚看到一隻照護行過草埔。這是中華市大豐社區2024年成立巡守隊了後，頭一屆記錄到照護的影像。中華縣從年開始，陸續在中華市的大豐社區、分園大德社區、河美鎮的嘉寶社區等5個社區成立照護巡守隊。大豐社區在今年3月開始連續翕到照護，5個社區巡守隊攏已經有照護出現的記錄。一定愛換所在，因為怕有的地方有野狗，有野狗出入，師傅就不會接近。應該他若到這麼1年外哈，然後就1年附近發現到啊。在3月份的時陣出現，啊，到在真正啊6月底的時陣嘛，在附近出現吼，代表講吼，其實這個環境嘛做了好的話，其實伊離咱比如講市區啊，還是講大豐這種高密度的迄個住宅區，其實是攏做歪的。保育人員表示，中華市大豐社區雖然挖山區，但是徛幾濟，人類活動嘛真接，會當翕到照護真無簡單。今年中華縣府嘛要擴大舉辦照護生態服務給付的範圍甲項目，希望透過巡守監測、自主通報甲友善農地方式，鼓勵社區居民甲農民做伙加入保育的行列。我們今年也會推動友善耕作。就是找當地的農民大家一起，除了社區守護食腐，讓農民友善耕作，一起大家共同來營造食腐的友善環境。縣府表示，照護是台灣用要絕種的保育類動物。今年除了原本的社區巡守隊，農民也配合友善耕作，嘛會有獎勵金。透過監測資料加友善環境的營造，會當更加了解照護活動的範圍，嘛望降低人類活動對照護影響。記者楊淑晴綜合報道。